各位有冇諗過有一日你收工好攰，坐地鐵返屋企嘅時候，突然間企喺你對面嗰位女士喺你面前做引體上升，你會有咩感覺啊？歡迎大家再次返嚟跑馬仔講時事。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啦，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麻煩晒。今日同大家講單新聞啦，真係睇到人眼都突埋，但又忍唔住笑。講緊嘅就係近期喺港鐵車廂同月台發生嘅連串奇人奇事。有女士呢喺行緊嘅列車入邊啦，捉住扶手做引體上升，當正自己係體操選手。又有成班學生喺月台上邊打排球，完全冇理到其他乘客同自己嘅安全。呢啲將公共交通工具當成私人健身室同埋運動場嘅行為啊，喺網上啊引嚟大量嘅炮轟啊，直頭話佢哋啊缺德啊，不知羞恥啊。港鐵呢就呼籲啊乘客啊顧己及人啊，如果唔係呢可能會觸犯附例啊。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啲奇觀啊，有幾咁離譜。第一單，有市民啊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張相啊，見到一個女仔呢喺行緊嘅屯馬線車廂入邊啊，突然間雙手捉住車頂嘅扶手欄杆啊，成個人彈起做引體上升，仲要係正手嗰隻喎，動作好標準，唔知以為佢喺247。最尷尬嘅係呢，坐喺佢對面嗰兩個男仔啊，完全唔知點反應好啊，極度無奈同尷尬啊，似睇緊一場免費嘅公開表演咁啊。第二單仲誇張，有段片喺網上流傳，個名就叫做調景嶺站有班人打波。片中呢見到4個啊着住運動衫嘅學生啊喺月台上邊啊打排球啊。你冇聽錯啊，係打排球啊！佢哋你傳俾我，我傳俾你，完全冇理到月台上面其他等車嘅乘客啊！個排球啊，仲飛向閘門度啊！如果唔係掟中閘門啊，掟中等緊車嘅乘客啊，隨時會有人跌落路軌啊！真係好危險啊！呢啲片段呢，同相一出呢，網上嘅反應呢，就一面倒鬧爆。有網民話完全唔明佢哋個腦諗乜，當正自己屋企。咁樣做運動貪型定係貪冇人理？亦都有網民講啊，真係失禮死人唔知醜啊！亦都有網民啦擔心安全問題啦，喺行緊嘅列車上面做引體上升，如果一個急剎，成個人飛出去，到時又要怪邊個呢？至於月台打波，啲網民更加嬲啊！如果個波飛咗落路軌，又要全線停車，咁咪累人累物？呢啲行為應該要重罰啊，等佢哋知驚啊！當然啦，都有少數網民呢以搞笑嘅角度回應啦，可能人哋係練緊奧運呢，為港爭光呢，下次會唔會有人喺車廂度跳大媽舞呢？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深入分析幾個層面啦。第一，佢哋嘅行為反映咗部分人嚴重缺乏公共空間意識。港鐵車廂同月台係每日幾百萬人用嘅公共空間，大家嘅行為應該要互相尊重啊，顧及他人感受同安全。將車廂變成健身室，將月台變成球場，呢啲行為完全冇理到其他乘客嘅存在同權利，係一種極度自私嘅表現。呢啲人可能覺得我唔尷尬，尷尬嘅咪人哋咯。但係實際上佢哋嘅行為只會令自己成為笑柄啊，同時啊亦令到其他守規矩嘅乘客好困擾啊。第二啦，呢啲行為可能構成危險同滋擾啦。喺行駛中嘅列車做引體上升，萬一列車突然加速、減速或者急剎，好容易會失去平衡，隨時自己受傷之餘呢，仲可能會撞到其他乘客。而喺月台打波，更加係直接威脅到其他乘客嘅安全。如果個波飛出路軌，仲可能影響列車運作，造成延誤。根據港鐵附例，任何人不得對其他乘客造成滋擾或煩擾，違者最高可罰款5000元。呢啲行為絕對符合滋擾嘅定義。第三，呢件事都帶出咗家庭教育同學校教育嘅重要性。月台打波嘅學生着住運動服同校服，好明顯係放學後嘅行為。呢件事令人質疑佢哋家長同學校係咪有教導佢哋喺公共場所嘅正確行為？學校除咗
教授知識，更加要培養學生嘅品德同埋公德心，等佢哋明白咩叫做尊重同責任。家長亦都應該以身作則，教導子女喺公共場所嘅禮儀同安全意識。第四，呢件事都反映咗港鐵嘅執法同管理有改善空間。呢啲奇人奇事之所以會拍低咗，證明佢哋嘅行為並唔係一閃即逝，而係持續咗一段時間。但似乎現場並冇港鐵職員即時制止。港鐵除咗事後呼籲，係咪應該加強車站同車廂嘅巡邏，特別係繁忙時段同學校附近車站，及時發現同阻止啲類行為。同時亦可以考慮加強宣傳，提醒乘客遵守附例。其實類似嘅公共空間缺德行為喺香港時有發生，有陣時喺巴士上面大聲播片，有陣時喺餐廳放任細路跑嚟跑去，有陣時喺圖書館傾電話，每一次都會引起公眾對公民素質嘅討論。但討論過後，呢啲行為似乎冇明顯減少。要真正改善，需要社會、學校、家庭同個人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更加互相尊重嘅文化。總結今日呢單新聞，港鐵車廂做引體上升、月台打排球，呢啲行為雖然誇張，但背後反映嘅係部分人公德心嘅缺失。佢哋嘅行為唔止影響他人，亦都可能危及自身同公眾安全。希望有關當局可以加強執法，同時亦都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記住，公共空間係屬於大家嘅，我哋有權利使用，亦都有義務去維護佢嘅秩序同安全。好啦，今日講到嚟呢度，你對呢啲港鐵健身室嘅行為有咩睇法啊？你搭車有冇遇過類似嘅離譜經歷？歡迎下面留言講下你嘅意見同故事，記得訂閱同讚好，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